农业部今年7月公布宠物品种相关的法规针对土地区域甲焚化炉等设施定出规定。为着要辅导业者，花莲县政府今仔是开说明会，也毋过有业者是反映讲规定上过严格因根本无法度经营。动物判后事，现代人大部分拢交予宠物品种业者处理。不过为着管理相关的行业，农业部今年7月11日颁布非都市土地申请变更做宠物生命纪念设施使用兴办事业计划审查作业要点。我们在什么样的用地可以做容许使用？是在殡葬用地可以做宠物骨灰撒葬区，所以它只能做骨灰撒葬，没有办法做纳骨或焚化。新的管理规定主要针对土地项目的使用，甲相关设施规范做严格规定。花莲宠物品种业者认为讲，土地项目敢符合无应该溯及既往，而且园区内底若袂当设置焚化炉，动物的遗体要安怎处理？政府也鼓励大家都养狗养猫去领养什么的，但是死亡之后却只能由清洁队来做处理。我觉得这样子对饲主还有对宠物都不是很尊重。那我们会想要这个行业，当然就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根据宠物品种业者的统计，花莲目前每个月差不多200多只狗仔猫仔送去火化，火化了后的骨灰大部分是民众炸转去，或者是委托放咧台，也若特定区域的树种较少。希望政策会当考虑每一个县市无同的需求。毕竟业者已经在执行，已经在营业了，是不是先有一些辅导期，来让业者来进行，或者是业者可以筹组，比如说一个联盟或一起合作，来符合法令规范。官府强调讲，这几年嘛促成花莲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定出有关设置宠物品种专区等等的建议，希望在议会临时大会通过审查，函送中央核定，希望向友善动物城市的目标来行。记者综合报道。